將感情的放空，叫阮擱再找別人，無需要為你戇戇等，思念予人走西東，千里迢迢也甘願，不管幾路東，望你來牽。我在市林東風的車窗，痴情的人也習慣，又到戀戀到天山輪轉，半把心事講袂完，相逢時間也短暫，在山頂林堡中相溫暖，大江山也真迷人，送阮離開高鐵站，為愛難捨，為情重。我在市林東風的車窗，痴情的人也習慣，又到戀戀到天山輪轉，滿把心事講袂完，相逢時間也短暫，在山頂林堡中相溫暖，大江山也真迷人，送阮離開高鐵站，為愛難捨，為情重。佩珊老師好，你也是遇強則強哎。今日你兩個的歌型呢，無啥共款，所以一個有法度展現的是已經圓潤、很圓潤的這個聲哨，但是暖暖雙人站這首歌的編曲有真濟所在會呈現較本土的一寡氣口，所以你有很多的長音足水的，上尾啊迄句的長音。讓我非常欽佩的，你真正安尼都給轉起來，因為那個地方不好轉，你都這樣子衝上去了，我就覺得你的態度非常好。就是講你有想要拼的迄個態度，這最重要的，因為你們兩個的技巧不相上下，你的聲音也不相上下，要拼就拼一份態度，我有迄個企圖心無，這個也很重要。哦，今天真的很好看，佩珊。老師好，我覺得你聽你看這一首歌其實有很多會讓我覺得很油的地雷區哦，但是你都避掉了，尤其是在山頂林堡中小溫暖，哦，那個小溫暖這三個字，最後那一次這個三個字哦，你真的是你做到一個範本，就是那個質感，那個轉折，啊，那個出其不意，做得很厲害。在山頂林堡中相溫暖。